曾經，無數夢想喺啟德機場升空，由一條世界聞名嘅跑道變成一個充滿活力嘅新社區。每一次起飛都係一個新開始，而健康就係建立理想生活最好嘅基石。喺呢個集結咗各種生活品味嘅新地標，樂康軒就喺度開設咗一間全新嘅分店，為呢個新社區注入健康動力。我哋一齊去睇下啦！呢度個鋪面真係特別開揚喎，完全冇嗰種傳統醫療用品店嘅壓迫感。係啊，呢度俾人嘅感覺真係好大，好舒服㗎。但坦白講，啱啱開張嗰陣，望住咁大個鋪位，我有時會諗，地方咁大，會唔會顯得好冷清呢？畢竟呢一區好多人都係啱啱搬入嚟好耐。但後嚟我發現，正正係因為呢度夠大、夠舒服，產品又多元化，反而吸引咗好多街坊，變成咗佢哋嘅聚腳點。記得有位住喺附近嘅女士，佢初初只係路過，見到我哋有免費嘅健康檢測，就入嚟試下。佢話平時去醫院覆診好大壓力，但係嚟呢度做檢測，又有人陪佢傾下偈，感覺心情都放鬆啲。而且呢度地方大，客人嚟到可以慢慢試輪椅同助行架，試到滿意為止。又或者推住 BB 車嘅客人入嚟揀保健品都唔使怕會撞到人。呢種空間感俾到大家一種鬆容嘅感覺。當客人肯留耐啲，我哋就可以了解多啲佢哋嘅健康需求，俾到更準確嘅建議佢哋。樂康軒一直深信預防勝於治療，希望可以鼓勵大家去主動管理自己嘅健康。喺啟德呢個新起點，我哋希望可以陪住每一位街坊揾到最適合嘅健康管理方法。一份關懷，一個建議，成就一個又一個健康故事。喺樂康軒，我哋嘅宗旨就係將專業貼心嘅健康服務帶入每一個社區，成為你身邊最可靠嘅健康夥伴。